礼拜时间到啊，请甲你的手机啊设置无声还是震动，别烦心专心敬拜。全地啊，着对上主欢呼，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着唱俄罗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着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着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伊的慈爱永远存在，伊的信实煞到万代。来吟圣诗254首，基督做咱坚固地基，请起立吟全首。基督做咱坚固地基，应当自家正心。
量，同地宽明比例修中，眼根为会眼不穷。多多基主先辈兄弟，感谢先行来感谢，前头信心三义兄弟，愿望不变大万岁，稳定主必严根团结，祖国基金拢无退。请坐。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过年前上尾一个礼拜日的早起，通聚集伫圣殿，同心敬拜而乐，这是你的恩典甲祝福。有时阮所行、所做、所想的，无合伫主你的旨意，诚做一个悖逆的罪人。恳求你赦免阮，虽然阮无够好。你犹原疼阮，无气煞阮，不断用你的方法，透过阮身边的人事物，指阮正确的方向，带阮行伫正路。我们献上感谢，为这个末后的世代来祈祷，恳求上帝，互伫战争中受苦的百姓早日脱离艰苦困难。天父上帝，你是世界的主，你是台湾的主。台湾的内政、外交、经济、民生，拢需要主看顾甲保守。恳求上帝，互所有的政府官员存谦卑的心，无管是伫算预算、做每一个决定的时阵，真正为台湾来设想，为着全民的利益来设想。接下来要为着教会的事工来祈祷，求上帝祝福每一个团契，每一届的组织拢有主的同在。教会建堂的事工要继续来仰望上帝，恳求上帝，互即件水的代志会当照次序顺利来进行。所需要的法律、财务、募款等等各种的人才，求主来备办。建堂所需要的金额，无管是要往银行来贷款，还是对外的募款，还是会友的奉献，求主祝福，互阮拢有够用，互阮莫为着建堂的经费过头来看如烦恼，互阮确信。主啊，你是丰盛的主，阮的需要你拢要赏赐互阮。求主祝福李明守、邓依云夫妇因的婚姻美满，建立基督化的家庭。祝福曾志新姐妹早日适应熟练的大家庭。求主伊伫李富雄兄弟早日恢复健康。求主伊伫陈丽淑姐妹伊的脚头有，互伊会当轻松行路，无搁痛痛。祝福严世佩姐妹早日适应新的工课的环境。为林耀生牧师今日的讲道来祈祷，求圣神同在，祝福林牧师所传讲的道理，造就每一个人。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应跟归向弟兄弟，应跟献家献心三名兄弟，三弟弟现在弟弟，将来也应万弟弟。即是来启应文第38篇，
也就是《传道书》第3章。我来客兄姐来引。天的万项事拢有伊的期，事事拢有伊的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口所栽种的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伤有时，跳舞有时，东房有时，分房有时，亲热有时，冷冻有时，憔悴有时，失落有时，保存有时，放撒有时，疼有时，哭有时，静静有时，讲话有时，疼有时，怨有时，战争有时。和平有时。我知上帝所做一切拢会留到永远。袂加添，袂减少。一声，上帝安尼做，是要互人伫伊的内前心存敬畏。来领受上帝的话。今日的圣经记载伫罗马书第8章28节到30节。我来读。咱知万项事互相运作，互遐个听上帝的人，就是照伊家己的旨意选调的，拢有利益。因为上帝有生捌的人，嘛有生决断，互因甲伊的囝的形象相同，通互伊的囝伫侪侪兄弟中做大囝。搁伊有生决定的人，伊嘛甲因敬调。伊敬调的人，伊嘛甲因宣判做义人；宣判做义人的，伊嘛互因得到荣光。赞美，诗班要带领咱用诗歌来敬拜上帝。今日要献的诗歌是唱俄罗的歌。爱
得到主的欢喜接纳。今日要为咱正道的是林耀生牧师，讲题是伫冲突中拄到主。来，兄弟平安。今仔日牧师要来甲咱来分享一个咱拢捌经历着，却常常来忽略咱其中的即个属灵意义的一个主题，就是伫咧冲突的中间，上帝伊到底伫倒位？佮上帝的心意是甚物？当咱夫妻冤家，也是迄个咱的迄个亲子的关系紧张的时阵，也是讲咱伫咧即个职场的人际关系出现即个裂痕，咱常常会问讲上帝你到底伫倒位？咱以为上帝离开，也是讲以为迄个救助冲突是迄个救助，但是今仔日咱要用一个无共款的角度来看，就是迄个到底即个冲突到底是叫做祝福，是一个转机。冲突检采是安尼创造迄个上帝迄个新约的一个种子，伊要互咱伫咧迄个冲突的中间，搁一摆来看见上帝的作为，搁咱是毋是欢喜伫咧迄个上帝的作为内面，来安尼去经验着上帝伊的迄个引带，搁咱是毋是欢喜伫咧上帝的引带内面来去甲着主相拄。圣经甲咱讲，迄个新约毋是干那五块饼两尾鱼安尼迄款安尼真，咱讲真神奇的迄款的供应，也毋是干那只有干那一个迄个红海即个分开的迄款安尼真壮观的迄款安尼迄个景象。新约搁较是上帝互咱的一个机会，互咱去看见讲，咱亲像伫咧绝境的迄个中间，咱要经验着上帝伊的同在，咱要伫咧迄个冲突的中间来去见证主伊的作为。所以今仔日咱要同齐来看上帝伊怎样伫咧咱的婚姻，也是伫咧关系迄个中间的迄个冲突的中间，互咱主要互咱的三个真宝贵的机会。第一个即个冲突要互咱的即个真宝贵的机会，第一个就是上帝要互咱有一个荣耀上帝的机会。咱会通，咱最近尤其是咱伫咧逐礼拜拜二的即个祈祷会，咱拢会伫咧迄个祈祷到后尾的时阵，咱会伫遐来安尼宣告上帝迄个属性。咱需要是要安怎来荣耀上帝的机会，就是将上帝的属性甲伊活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荣耀上帝？荣耀上帝，毋是干那只有唱诗歌唱到偌尔大声，也是讲，毋是讲咱奉献偌济钱，乃是咱要将上帝伊的迄个怜悯，伊的迄个温柔，甲着伊的迄个慈悲怜悯。伫咧迄个上不容易最不容易的迄个时刻来表现出来，也就是讲，咱会通伫咧迄款安尼，咱感觉讲，即个人真无值得我来甲听，迄款安尼情形，咱伫迄个中间，咱要来用着安尼机会来去荣耀上帝，将上帝迄个属性来甲伊活出来。所以咱会通来想看觅，咱的婚姻内面若是用着荣耀上帝来做目的，安尼毋是干那用咱家己安尼感觉讲咱家己爽快，安尼拢家己舒适婚姻咱的婚姻内面，咱干那互咱家己感觉舒适，来做目的，会有一个咱若用安尼来去想的时阵，是要咱的婚姻是要用着荣耀上帝来做目的，安尼会有啥物款的无共款？咱真侪时阵，咱可能伫咧要进入婚姻的时阵，咱想到的
较侪是咱家己的需要，咱家己会怎样？但是如果咱来用一个较实际的例来讲，咱想象讲一个丈夫伊安尼下班，安尼工作煞了伊安尼迄工可能安尼工作，不管是啥物款的情形，伊下班伊较暗转来到伫厝的。即个太太伫咧厝诶煮饭煮好势，伫遐等2点钟，迄个饭菜拢凉去啊！即个丈夫门一个开，即个先生用着一个真疲惫的迄款安尼迄个安尼迄种安尼的身躯行入去伊的厝内。即个时阵，有可能有2种的反应。第一种的反应也通讲是迄种救我的迄个反应讲哇，你又晚回来了每次都这样子你到底有没有把这个家放在？你到底把这个家放在什么位置？你心里还有没有我，还是孩子？我唔知咱若是咱的家庭内面，咱伫咧面对咱的婚姻的时阵，咱是毋是那丈夫也是咱的另外一半，回来时阵互咱等真久的时阵，咱是用着即款的心情是咱要用着一个无共款的。伫咧迄款安尼一连串的迄个质问、控诉、甲批评的时阵，哇，那真像机关枪，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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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你想，即个先生回来到伫厝，伊若1遍、2遍了，这关系到底会变做啥物款？是咱要用着一个无共款的，用着一个生活。哇，你回来辛苦你哦！哇，饭菜安尼我过来去甲伊烫好烧一下你先坐咧休困一下今仔日是毋是特别公司特别忙？同款的一个情境，完全无同款的回应。咱要来问讲，安尼倒一种是荣耀上帝？哥林多前书第10章31节讲，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做。恁无论是食是啉，是做甚物，拢着为着荣耀上帝来做。所以连吃喝遮尔小块的代志，都要荣耀上帝。何况伫咧咱的婚姻中间咱的迄个回应。所以咱就会通好好来回想，咱伫咱的婚姻的中间，咱是怎样来去甲咱的另外一半来做安尼沟通，是迄款安尼对话。咱是毋是有伫咧迄个中间，伫咧咱的婚姻中间来荣耀上帝？第二种的迄个机会，迄个荣耀上帝。另外一个就是咱需要活出咱家己的迄款真实的迄个见证，咱会通来真诚实来去面对咱家己咱个人的经历。咱伫咧面对着迄个咱的即个另外一半的问题的时阵，咱会通发现真侪夫妻个性拢大好各有不同先生如果是一个慢郎中，太太可能是个急惊风如果是先生非常的急，太太可能都是很斯文，慢慢来。但是咱会通来去想，当咱伫咧面对咱家己的迄个伫咧面对迄个婚姻的时阵，咱到底是要选择迄个老我呢？咱的迄个救人，是咱只有看到家己迄款咱的自我迄种骄傲自大，是当咱伫咧选择即款安尼迄款安尼的性命的时阵，咱的心那亲像好像打开了那个迄种批评的迄个水龙头，关伊就关袂掉。咱心内可能讲，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我？想想咱头仔用头仔迄个景象
如果太太一转来，吼，迄个先生一转来，结果即个先生今仔日工作较慢，吼，较晚，互太太等2点钟，规个饭菜拢凉去的时阵，伊的迄款内底心内的迄个纠结，心内条，他总是这个样子，吼。我会记得我进前以早我家己咧开音响店的时阵，当我开始的时阵，有当时因为真正是工作伤晚，我个人我家己的工作习惯就是，我若无甲做较煞吼，我绝对无停手。所以有当时转来到厝已经真晚，后来牧师娘甲我讲，你拜托的，你若要较晚转来食饭，无你嘛敲一通电话甲我讲一下。是讲你无要转来食饭，你嘛甲我讲一下，是讲咱要伫迄个中间，伫遐用买卖，你有感受到我？你有想过我的感受无？等等。迄款咱一个接一个的迄种控诉，伫咧咱的心中伫遐咧翻腾。但是当上帝伊甲咱光照了，我伫咧面对我甲牧师娘，阮伫咧婚姻中间的迄款冲突的时阵，上帝伊互我家己去发现，迄个问题不在对方，而是在我自己。我开始去安尼检视我自己的生命，为什么我会安尼？为什么我会那么在意？伫咧面对着迄个婚姻中的冲突的时阵，为什么我会在意着对方？他一定要达到我的迄个要求等等。为什么我无法度去接纳我的另外一半？为什么我伫咧厝内凡事我拢要掌控？是咱会使做另外一种无共款的选择，就是咱伫迄中间来开始去发现咱家己的问题，去检视咱家己。错了就改，跌倒了就站起来，将咱家己的观念来改变，调整咱家己的规个迄个人生观改观。所以雅各书第1章甲咱讲，因为只听到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观看自己本来的面目，注视后就离开，立刻忘了自己的相貌如何。真侪时阵，咱伫咧听道理，咱无法度落实伫咱家己的生活内面。咱听了道理了，咱也无真正行出来。所以咱通看见，伫咧基督徒的夫妻内面，有缘嘛是会继续有纷争，继续伫咧即个工作顶面，也是所有的这每项代志顶面，咱时常会甲人有侪冲突，因为咱拢会晓听道理。但是咱若无真实来行道理，咱就较亲像安尼，你就会发现讲，即个冲突会那亲像一面镜，甲咱射倒转来，看见咱家己的迄个真面相。所以咱要安怎来活出一个荣耀上帝的机会，就是咱爱做一个好的关系，迄个好的关系表示咱爱管好咱家己。荣耀上帝的一个真核心。就是当咱就是当一个咱讲做一个迄个咱讲顺服的好的关系。哥林多前书第4章内面甲咱讲起讲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忠心。不管咱是伫咧咱的家庭也好，伫咧咱的工作也好，伊咧甲咱要求一项代志，就是不是要我们有能力去改变我们的配偶。也不是要我们去掌控一切，乃是爱咱会通忠心来听探上帝的命令。所以，但是咱伫咧迄个冲突的中间，咱时常扮演什么款的角色？就是咱时常想要扮演迄个上帝的角色，咱想要掌控一切，咱想要掌握一切，拢要照咱的意思来行。所以，不管是伫咧咱的家庭的中间也好，伫咧工作中也好，伫咧咱的亲子关系也好，也是包括伫咧教会服侍的中间也好，咱拢想要掌控一切，什么拢伫咧在我的掌握之下。如果不照我的意思，我的婚姻就没救了。
是安尼吗？什么叫做如果不照着我的意思？安尼是咱伫咧讲，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我的婚姻的主，也是基督是我的工作、我的家庭的主。安尼到底是讲着我，还是基督来真正做主？所以，兄弟，当咱若是安尼的时阵，咱会发现讲，咱将上帝，如果咱若拢要掌握一切的时阵，咱将上帝安尼讲，把上帝给变小了。咱以为代志拢照咱的计划才会通来成就，这是一种何等的骄傲。但是，当咱若将上帝来甲伊放大的时阵，这个问题就缩小了。关系就会变搁较容易，就较亲像咱今仔日咱若有机会，咱去到伫台北101，咱若像讲坐到即个首都即个巴士去到伫即个101一落车，咱就看到一个台北101的大楼。咱若徛伫咧即个台北101的大楼下面，哇，抬头一看，哇，高耸入云。好，这个楼好高好高。安尼遮蔽，甚至遮蔽了天空。咱徛伫咧下骹，安尼甲看到去的时阵，但是当咱若是换一个角度，咱若是亲像咱坐飞行机，咱对松山机场飞去到伫即个3万英尺的即个高度的时阵，咱甲伊看到落去。请问，这个台北101变成什么款？伊怎么变得好小好小？问题无有改变，是咱的高度变了。当咱将上帝放伫咧迄个冲突的中心的时阵，当咱来选择咱要来荣耀伊的时阵，咱毋是来荣耀咱家己，迄个规个局面就来得到改变。所以，咱到底咱伫咧面对着冲突的时阵，咱到底是要来将伊只不过是看作一个负面，是要成做一个荣耀上帝的机会。咱要伫咧迄个冲突的中间，要来安怎来去活出一个有基督的香味，迄款安尼的生命。第二就是，当咱面对冲突的时阵，上帝互咱的一个第二个机会，就是会通服侍别人的机会。当咱伫咧讲要服侍别人的时阵，咱需要想的是，安尼是啥物人需要咱去来得到服侍？伫咧冲突的中间，啥物人需要来被服侍？当时咱会想，可能咱的迄个答案，可能会互咱来真着惊，就是当伫咧面对冲突的时阵，啥物人需要被服侍？是遐个得罪咱的人，是遐个互咱受伤的人。你讲哈？啥物？是我受伤呢？是我受伤呢？为什么是我还要服侍他？这可能是咱第一个反应，但是互咱若对上帝的眼光来去看这件代志的时阵，咱会通看见一个无共款的一个事实。这内底有4个关键的真理。伫咧罗马书第3章23节讲安怎讲？因为迄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咱知影，当这个冲突发生的时阵，咱会感觉讲是对方得罪我，是我是他安尼犯了我。但是咱知影呢，伫这个所在讲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因为所有的人拢犯罪。所以咱就爱知影，毋是只有这个人，咱的对方伊是罪人，咱嘛是。既然拢是罪人，为什么咱期待对方伊爱完美？所以咱爱知影是，伊得罪我是叫做正常。这毋是讲安尼得罪人是对的，乃是讲伫咧即个对路的即个世界，迄个罪人得罪罪人，安怎讲？
这叫做正常的现象。咱无应该伫迄中间有任何的迄种惊讶，而咱应该是爱备办好，要怎样来去回应、去面对一个得罪咱的人。所以，咱面对着即个冲突的时阵，咱爱需要的是，咱无搁再互迄个血气来赢过，咱无伫咧迄个冲突的中间来随之起舞。箴言第16章32节内面，佢讲起就讲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控制自己脾气的强如取成。恁来赢过威力，后控制家己的，较赢征服规座城。当对方伊互血气安尼所控制的时阵，伊其实是一个弱者，是软弱的人，伊无需要伊无需要咱的迄个批评，因为伊所需要的是得到咱的迄个接纳。伊无需要咱的迄个对伊的迄款安尼的控告，伊需要的是咱爱为伊来做存款，来为伊来加油。因为他这个时候他是个弱者，他是一个软弱的人，就较亲像一个咱伫咧银行的即个账户共款。咱想象每一遍的迄个批评，就较你用想象讲，当咱开始咧批评对方的时阵，你每批评一遍，你就那亲像咧提款。每一摆，当咱若欢喜去接纳对咱无好的人，咱伫迄中间，咱来接纳伊，咱来接纳伊的软弱，迄就是一种的存款。你若知影讲，当你的银行账户空了，迄就是安那关系破裂了。所以咱应该，咱若期待咱的银行存款是充足的，安尼咱应该时常用到一个接纳的心态去接纳对方，所以咱才有法度伫咧面对着迄个冲突的时阵，互咱会通有搁较侪资源、资本来去面对。咱拢想象一个头仔咱赶快用婚姻来做例。当一个丈夫伊做一件伊家己感觉讲足引以为傲的代志来到伫伊的丈夫的面前，伊的太太的面前，即个结果，即个太太安尼看伊所做的代志了后，安尼甲伊一个回应这有啥？毋是啥物了不起的代志。是讲，咱用想象讲，当即个丈夫伊安尼伫迄个中间安尼感觉讲，哇，我做这件代志，安尼应该是要能够得到老婆的赞美，结果老婆一句话就浇了他的冷水，迄就较亲像即个孔雀伊原底如果原本是开屏的，突然间就怎样，羽毛就怎样收起来了。不要开屏了，你看啦，又被浇了冷水。但是如果这个太太用到一个真欣赏的讲，哇，你好棒哦，你今天做得好棒。我还记得伫咧周四小组的时阵，咱的秘鲁执事，伊伫遐讲起就讲因先生过去原底本地无啥为着伊做啥物代志，结果后来伊伫咧咱咧伫咧分享中间上帝圣神伫咧伊心内有做无共款的工了，伊开始为着伊的先生，只有为他做一点点事情，他就开始赞美他，结果就反向无共款。即个做丈夫的，哇，开始原底本地无咧来买早餐的，开始为伊买早餐，规做啥物代志，开始就安尼。原本匹配叫，即马拢足欢喜咧做，孔雀为他开屏，迄个丈夫会亲像孔雀羽毛开屏了。所以咱到底咱伫咧面对冲突的时阵，咱要用一个什么款的心情来去服侍对方？咱要安尼来？透过服侍来去选择为对方来伊的账户来去存款，
而不是提款。腓立比书第2章第3节来讲啊，凡事不可自私自利，不可贪图那个虚荣，只要心存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咱伫咧面对着咱迄个冲突的过程内面，你会发现，真侪时阵，咱是因为咱会有迄款安尼冲突，是因为咱去伫咧迄个冲突的过程内面，咱只有干那顾咱家己。咱若是安尼为着对方、顾着对方的时阵，阮相信迄个冲突就会无去。所以咱透过安尼不断伫咧服侍的过程内面，咱会通好好来去敲揣，要安怎来荣耀上帝，佫会通安尼诚做伫咧每一届冲突的中间，诚做服侍别人的一个真要紧的机会。过来就是即个冲突的过程内面，会通帮助咱会通来学习主耶稣的迄款安尼的迄个的机会。咱会通伫咧冲突的中间来效法咱的主。彼得前书第2章内面去讲起着讲恁安尼样啊，上帝呼召恁，因为基督嘛有为着恁受苦，留模样互恁，佮要互恁通缀伊的骹步。弟兄姊，伫咧即个经文内面讲什么？讲你们蒙召就是为此啊，为了什么事情？是为了在受苦的当中，伫咧冲突的中间去效法基督，跟对主伊的骹步。这就是上帝对咱的呼召，不是可有可无的一个选项，而是什么？是我们的蒙召就是为此啊。所以咱会通好好来去透过着咱今仔日即款安尼面，咱会晓想象，当咱伫面对冲突的时阵，安尼咱要来去做选择，咱会通有5个的这种属灵的迄个洞察。第一个洞察就是咱会通效法主耶稣基督来荣耀咱的主，用着荣耀上帝，成做咱一生的迄个目的，用着服侍人。成做咱一生的目的，迄个冲突会亲像一面镜共款，互咱伫咧迄个冲突的中间来原形毕露。平常看起来真温柔的人拄着一个一冲突，咱就暴跳如雷。平常咱伫遐讲着主啊，我爱你我怎么样吼？可是咱若真正去拄着受伤的时阵，拄着伤害的时阵，咱就咱就伫咧迄个中间伫遐怨天尤人。所以冲突会通帮助咱来效法主耶稣基督，来成做一个荣耀主的一个机会。过来，咱会真清楚知影，咱是一个罪人，所以咱家己本身嘛有问题。啥物会有冲突，一定咱爱去开始去反省咱家己。冲突是一个照妖镜，显示出咱的迄个本性，毋是干那显示对方的本性。搁较是要显示咱家己的迄个本性，所以路加福音第6章41节内面讲啊，伊讲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怎么对你的弟兄说，让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所以咱会通了解到，咱家己本身，如果咱真清楚知影，咱家己本身是一个罪人的时阵，咱就袂干那一直伫咧咱的眼目的中间伫遐指向对方，而是咱会伫迄个中间，伫咧冲突的中间来反省咱家己，到底伫迄个中间出了什么问题？先拿掉我们自己眼中的刺，我们才有办法去拿掉对方的梁木，眼中的梁木。所以冲突要互咱一个真要紧的，就是提醒咱需要基督。冲突会通帮助咱看见咱家己的底线，甲着迄个极限，咱的迄个忍耐极限，咱的迄个爱心的极限，搁着咱有法度去接纳对方的迄个极限。
甲着咱对对方的迄个看法甲了解的迄个极限。咱伫迄面对着对方的时阵，咱时常咱所表现出来是啊，我已经忍无可忍，啊是讲咱看到对方，看到伊了，我实在是我真正无法度搁甲听落，我爱不下去了。我实在是无法度接受这个人，我没有办法接受，我受不了这个人，我实在无明白伊是安那要安尼。这个极限都在提醒咱，如果若无基督，安尼我们就什么都做不了了。约翰福音第15章第5节，耶稣讲安怎？伊讲：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因为无我，你袂当做什么。所以咱会通时常爱真做透过伫咧冲突的时阵，咱需要是时常爱转来到伫上帝面前来反省，来看见咱家己性命的迄款的状况。咱伫咧即件代志顶面，到底咱的主伫咧啥物所在？主到伫咱的心内，是即个时阵主伫咧咱的外面。至到咱啥物代志，咱拢要咱伫迄中间，咱无法度吞论，咱无法度听到落去，咱无法度去接纳对方。咱看无对方到底是咧做啥物货，因为咱有可能即个时阵，咱已经离开咱的主。所以咱袂当做什么。过来就是咱即个冲突会通提醒咱若需要主，搁若当咱讲撑不下去的时候该怎么办？我做不到啊。这检菜是一个咱会通讲最诚实的一个告白。安尼要安怎？向上帝来求。牧师用一个上简单的一个比喻来讲，咱每一个人手中拢有手机吼。你手上今天没有带手机的，请举手。真正有哦，好，感谢主。好，如果你的手机若无电，你会将手机摕起来摇摇的，是把手机摕去充电？当然是摕去充电啊，对不？你讲，你袂讲我伫遐摇，伊就有电啊。这么目前手机好像还没有设计到这样子。如果你若咧爬山，手机无电，那就还蛮惨的，如果你有带一个行动的电源，安尼检菜还能够稍微有点自救，如果迄个手机伊内容设计到讲你一边走路，它就一边充电，安尼你就免惊。咱伫咧面对咱家己的迄个冲突的中间，咱嘛同款。当咱伫咧冲突的中间，咱感觉讲哇，我实在是做不到，我没了力气。咱毋是拼命伫遐咧靠咱家己的意志伫遐来撑下去。咱伫咧面对冲突的时阵，真侪时阵，咱可能是咱伫迄个中间伫遐咧硬撑。咱这个时阵，咱毋是伫迄个中间硬撑，咱是需要倒来充电。咱需要倒来到伫上帝面前去支取他的恩典，徛伫咧迄个冲突的迄个肩膀上来。安尼充电。哥林多后书第12章主对保罗安尼讲，我的恩典是我的恩典有够通满足你的需要，因为你软弱的时阵，我的气力才会当完全来发挥。咱注意到哦，我们不是在人的刚强上，而是在什么？在人的软弱上。当咱承认咱家己的软弱，当咱伫遐讲主啊，我实在是无法度，我做袂到。这拄好是上帝的能力开始伫遐来彰显的时刻。我进前几啊年前我捌分享过，台中目前可能咱长老教会
迄个伫咧台中中会迄间上大间的教会，本地一个老牧师为着伫咧台中中会，因为迄个墓园的关系，安尼有甲中会的教会，包括我的母会，有真侪的即个纷争。纷争到最后就是即个教会牧师就毋交中会费，结果就是毋交中会费的结果就是中会就甲伊降伊的堂会，变做聚会。我教会长老讲千万不可，但是因为牧师毋准啊，牧师做主去啊，毋是主耶稣做主，所以毋准过价来将即个中会费安尼交出去。所以长老就想当要安怎，只好就即个长老讲无咱来扣咧，来去甲即个中会费甲交出去，毋好将咱的教会堂会变做聚会。即间教会也因为为着遮个代志，遮侪遮个代志，直到即间教会人数一直减。落尾手即个老牧师后来退休，遮个长老，尤其是内底有一个我嘛熟悉真伫咧台中中会嘛真有名的长老，伊就伫遐安尼讲，将教会撑着，我用撑着这个因为伫遐安尼落尾手，甚至真侪人，就讲教会要去找牧师，因为牧师退休啊，要过来找牧师，无人敢去。落尾手后来去找对美国聘请一个牧师回来。即个老长老对牧师讲，对牧师讲牧师啊，但阮无法度啊。伊即个时阵，即个长老伊放手。伊就将教会，伊就无爱阁去干涉教会，即个教会就开始反转。后来教会毋若安尼人数重新阁恢复，后来阁有法度重新起一个安尼礼拜堂会用差不多底1000人的礼拜堂。当咱若伫咧上帝面前来承认咱家己，咱是软弱的，咱是做袂到的。咱伫上帝面前愿意来完全放手的时阵，上帝能力就伫咧迄中间来得到完全的发挥。过来就是咱会通真做一个有能力去做出选择甲回应的人。当咱伫咧软弱的时阵，但是因为虽然咱感觉讲咱是软弱的，但是伫咧耶稣基督的内面安怎，咱有能力去选择一个无共款的回应，毋是咱被动来互即个环境来控制，互咱的情绪来将咱家己来绑架，乃是咱主动来选择，咱来将咱的主权交出去，来荣耀上帝的一个选择，荣耀上帝的一个回应。所以加拉太书第5章内面安尼讲起，就讲安怎讲。圣神的果子，即9种的即个圣神的果子，其实是一种，就是9种的气味。这拄好是咱会通选择，咱到底咱要活出一个咱应该有的迄款咱的基督的香味。有的人，伊可能伊伫咧伊的生命内面有较济的忍耐。每一个属基督的人，咱的生命内面所活出来，应该是即9种。拢有爱有遮个气味，但是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的特质无共款，所以安尼结出来的果子嘛会有无共款，就是伊检测有的人是安尼忍耐较济，有的人是良善较济，有的人是温柔较济，每一个人，但是即9种拢是伫咧伊的生命内面。但是如果会使，咱会通咱欢喜来将咱家己的主权交出去的时阵，咱会看见圣神要引带咱，互咱即个圣神的果子会通安尼发展的拢真平均，所以咱面对冲突的时阵，这是一个会通互帮助咱脱去旧人
穿到即个新人的一个机会。伊有所书第4章内面讲起就讲啦，伊讲我们要脱去从前的行为，脱去那个旧我。这旧我是因私欲的迷惑而渐渐败坏的。你们要把自己的心智更新，并且穿上新我。这新我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是有从真理来的公义和圣洁。所以弟兄兄弟，咱真做一个长大成人的人，毋是只有咱的外在成长安尼那尔，乃是咱伫咧成长的过程，是一个人去无存菁的一个过程。咱想象讲，亲像讲咱伫咧雕刻，迄个雕刻家，咱若去送伊去看到遐一寡雕刻的物件，遐雕刻家伊伫咧雕刻一座雕像的时阵，伊毋是伫咧迄个雕像的面顶一直加上东西，伊是将这个雕刻物怎样，一直去掉一些东西，不是吗？伊伫咧迄个雕刻的，一直遐将无需要的部分一直甲凿掉。冲突就是上帝的凿子，要凿掉咱内底，伫咱的内面，遐个无亲像基督的迄个部分，将迄个无亲像基督的部分，甲伊一直甲它凿掉。咱的主，咱的上帝，伊听咱，伊无爱咱停留伫咧原地啊。我们不要一直那个原地踏步啊！伊要来，互咱会通伫咧迄个冲突的中间，伊透过迄个冲突，伊要来逼咱会通伫咧中间，会通来得到成长。所以弟兄姊，今仔日咱上帝伊安尼透过即个冲突，互咱要看见上帝伫咧冲突的中间，伊互咱有3个机会。咱头拄有讲起着，就是荣耀上帝的机会，服侍别人的机会，效法耶稣的机会。咱透过荣耀上帝的机会，将上帝的属性来甲伊挖出来。咱透过服侍别人的机会，来为着对方的迄个伊的银行账户，咱用想象迄个属灵的银行账户来伫遐来为伊存款。咱透过效法耶稣基督的机会，伫咧软弱中间，咱要经验着上帝大能力来临到伫咱。所以，搁一届后一遍，咱若在面对着冲突的时阵，咱无搁再问讲上帝啊，你到底伫倒位？咱是咱要伫遐来讲起，就讲上帝啊，我感谢你，感谢你，搁互我有一遍的机会，会通来得到成长。咱无搁再伫遐浪费每一摆的冲突，每一个冲突拢是上帝伊互咱的一个礼物。虽然这个包装姜菜有一点丑，但是里面包着的是一个成长的种子，是一个神机的种子，是一个转化的种子，伊要帮助咱，互咱伫迄中间来得到成长，来得到更新。所以罗马书第8章，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内面，去搁一届甲咱讲，去讲讲咱在万项事互相运作，互遐个听上帝的人，就是照伊家己的旨意选调，拢有利益。伫这中间，咱来知影。迄个当伫咧讲到万项事的时阵，是包括着冲突，冲突嘛伫咧即个万项事内面，上帝要互伊有效力上帝要让冲突一样的互相效力，为着要创啥？要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所以求主帮助咱，会通透过咱今仔所分享的，咱会通搁一届好好来去想，当咱伫咧面对冲突的时阵，咱是毋是相信万项事拢互相效力，要互叫听上帝的人来得到利益？安尼，咱现在所面对的这冲突，上帝可能爱咱伫咧爱伫咧咱的内面要成就什么款的利益？是要对付咱的骄傲呢，还是要学习吞忍，还是要操练咱对人的迄个疗舍？安尼，咱愿意对迄个原底本底咱家己感觉咱是受害者，来转悟咱真做是迄个被塑造的一个人吗？第二，咱所安尼处的即款，咱所迄个惦伫的迄个冲突，到底是咧帮助咱效法咱的主伊的囝基督的模样呢？是咱
伫咧中间，咱只不过是干那面对一个冲突。伫咧即个事件顶面，咱是搁较亲像一个旧的我呢，还是搁较咱会通搁较亲像基督呢？那耶稣面对同款的情景的时阵，伊会如何来去做回应？咱是毋是愿意互上帝借着安尼一遍搁一遍的即个冲突的机会来修正咱家己，互咱会通搁较亲像有基督的迄款安尼样相。第三，咱是毋是相信上帝伫咱的生命内面，伊有一个真完整的救恩的迄个轨迹？咱会通来参考罗马书第8章30节内面所讲起的，伫咧安尼每一届的即个冲突中间，咱会通做出什么款的具体的荣耀上帝的回应？安尼迄个回应是甚物货？圣神到底对咱讲什么货？既然上帝已经呼召咱，互咱来得到称义，安尼伊阁应允要将迄个伊将来迄个荣耀，安尼咱是毋是愿意信靠伊伫咧？每一个过程内面，伊所带领甲引带，是咱犹原急着要掌控局面。安尼，咱即一礼拜，咱会通做出什么款的存款的行动？点在是一句温柔的话，也是一遍迄个主动的迄款的关心，一摆迄款真诚实来去认咱的毋对。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所分享，咱会通好啊，过来想，特别是咱伫咧面对着即个新的年安尼要开始，咱旧历年，咱伫咧今仔日要结束，明仔载就是除夕啊，吼！咱会通好啊来去想，要安怎将咱的迄个旧的我来安尼毋是读去吼，咱的旧我没有办法读去。我们只能够说的是叫做穿上新我，也就是咱是咧披戴基督和基督的性命来伫咧咱的性命内面来活出来。求主帮助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搁一届提醒阮，万事拢互相来效力，要叫听主你的人来得到利益。主啊，当阮伫咧面对着冲突，也是误解。以及也是迄个伤害中间的时阵，我时常只有干那看见痛苦，却袂记你犹原伫咧即个冲突的中间伫遐咧掌权。求你来赦免阮内面的迄款的骄傲，甲着自我的中心，甲着阮的迄款暴躁的心。当阮伫遐想要来安尼控告对方的时阵，恳求主会讲。来照阮家己的内心，互阮会通去当阮是咧想要去改变对方的时阵，求主先改变阮内面的旧的我。主啊，你既然有定阮来去效法你的囝儿主耶稣的迄款的款式，求你伫咧即个冲突的中间，搁一届来塑造阮。互阮会通搁较亲像主基督共款，有主耶稣的温柔，主耶稣的忍耐、调适。当阮感觉阮无气力的时阵，提醒阮会通搁一届转来到伫主你的面前，要来领受对主你来的恩典。互阮当阮伫咧想要放弃的时阵，互阮会通想起着主你已经呼召阮，主你互阮。来，因为信靠你来得到称义，搁你为阮备办迄个阳光的迄款安尼荣耀的愿望。天父上帝，求主你帮助阮，无浪费每一届的冲突，乃是伫咧迄个中间，伫咧冲突的中间，会通来荣耀你，来服侍人，去经验着主你的大能力。求主帮助阮，互阮的婚姻、阮的家庭、阮的人际关系，拢会通成做见证你恩典的所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性命祈祷，阿免。感谢牧师的分享，恳求上帝祝福，互讲的甲听的拢受利益。来吟回应的诗，圣诗169首，恳求圣神降临，请起立吟全首。
困求诚心感念，祈愿大人的心，无所谓的随顺之命，唱出阮定决心，困求诚心感谢，互阮心盼到你。四五载做有阮欢会，来靠耶稣的义，困求诚心情动，望赞愿心幸福，常常欢喜上帝成志，愿分拢总做好，困求诚心照顾，互阮日日进步，所讲的我所行的事，逐项照有法度，困求诚心安慰，日日加添恩惠，互愿安尼经过7年，伫天高处做对。请请议员徛地，咱同齐用许多圣经来宣认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伊13日玛利亚出世，伊本州壁倒人来受苦，变十字架死，埋葬灵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共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同心来奉献，请庄方美长老、曾碧光长老来书献。咱起立。请起立来入奉献的时。我的
咱同齐来读本周的金句。来，咱知万项事互相运作，好遐听上帝的人，就是照家己的意选调的，拢有利益。罗马书第8章28节。迎新，毋知有第一届来教会无？若无，咱就要来报告。本主日是原住民事工奉献主日，请兄姐为着原住民的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因为过年，所以即个月的主日的教员会暂停开一遍吼。来，第二点，过年就是对昨开始到后个礼拜日，咱周间的聚会拢要暂停一遍。第三点，今天小年夜对无？明天除夕，再过来大年初一，就是后日吼。咱的聚会伫个9点就要开始哦，吼，爱会记得哦，毋通9点半来吼，请9点就爱来。好，礼拜后有交鱼，阁有爱餐，吼，也是好。吴师娘准备的吼，有药膳排骨甲苦茶油面线吼，欢迎大家留落来吼，享用甲交易。第4点，下主日2月22日吼，要举行咱的定期好会，还是合堂吼。迄天若袂当出席的人，请一定爱请假吼，一定爱请假。来看第5点，3月1号3月初一，伫咱教会下午2点到5点，要举办一个诗情敬拜课程，是要开放予教会来所有教会来参加吼。刘小婷牧师讲解，罗安仁老师示范，欢迎咱本会司琴的同工甲音乐侍奉团的同工参加。第6点，咱读经进度表有更正吼。2月21，本来印的是约翰福音请你把它改成是约翰一书吼。来看具体的消息吼，请兄弟家己过目。代祷的事项吼，请兄弟你伫个逐工的祈祷的时阵，为着有需要的具体来代祷。顶礼拜的奉献，若有登记错误的吼，请办公室来反映。新春清下礼拜的同工吼，请准备心来服侍。这时来吟上言，圣诗38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请起立吟全首。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圣。各愿恁的神甲父，你嘅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实，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生啊伫地，对即时伫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倒避讳。